風林火山唔睇都冇損失嘅電影。最近國慶有半價優惠，我就去睇呢套戲。講真，睇陣容都好吸引，有劉青雲、金城武、梁家輝、古天樂等等，四大影帝齊晒，呢啲名都令人想入場睇下啦。但係可惜睇完之後，我真係有啲失望，最後我都只係俾佢3分，滿分10分嗰種。點解咁講呢？其實電影啲場景設計都幾有誠意㗎，係電影入邊見到香港熟口熟面嘅地方，好似銅鑼灣崇光百貨附近啲街道、中環香港站嗰邊，感覺好親切，好似真係帶你入咗戲咁。呢一部分啦，我係幾欣賞嘅。不過問題就嚟啦，劇情真係太難明。導演用咗好多暗啞嘅燈光同陰沉嘅色調，本身可能想營造一種黑暗又懸疑嘅氣氛啦，但係結果就變成好悶啊！睇到1/4，我都瞓住咗，唔係講笑。再加上個故事線都唔知講咩，角色關係又唔清楚，就算4位影帝個個都發揮得好好，都救唔返個劇本。成套戲睇落去就好似有潛力，但拍出嚟就變成一頭霧水，睇到人都迷失咗。不過講返公道說話，幾位影帝嘅演技真係正，劉青雲嗰種穩，梁家輝嗰種氣味，金城武嘅型格，古天樂嘅沉着，都演得好出色。但可惜劇情實在太複雜，佢哋嘅演技都頂唔住個劇本嘅漏洞。總結下，風林火山算係一套製作有心，結果卻令人失望嘅電影。場景靚，演員好，但個劇情唔連貫，畫面太陰暗，睇完真係有啲倦。如果個故事清晰啲，節奏明快啲，其實佢係有機會成為一套好戲啊。所以我會話，相比電影觸電，我寧願俾正價睇觸電，都唔好正價入場睇風林火山。建議等佢上串流平台再慢慢睇，咁仲能夠隨時暫停，慢慢睇懂劇情，可能會比較輕鬆㗎。